賽迪級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我現在告訴你，這個大哥勸我這個我先忍了。一會兒到免稅店，你堅決上不了車。我告訴你，今天晚上我就讓你回不了中國。把視頻給我刪了。咁咧長話短説啦，其實呢件事咧幾影響到泰國嘅聲譽，因為咧一個係流利中國口音嘅中國人啦，我覺得佢應該係中國人嚟嘅。然之後咧就喺架旅遊巴上面啦，威脅中國嘅同胞，如果係喺免稅店啦，喺應該要買禮物嘅地方唔買禮物嘅話咧，就唔俾佢返中國，咁就直接係影響到呢個泰國旅遊業嘅聲譽啦，同埋就係咧網上竟然有條謠傳咧係話佢嚟自香港啦，甚至佢係嚟自泰國嘅泰國導遊。咁我自己覺得咧都幾肯定係其實係一個中國人非法喺泰國度做導遊，去帶領中國嘅同胞遊覽泰國啦。唔知呢件事你係點睇呢？對於我嚟講呢，我係非常之唔中意同埋咧係痛心，所以我就拍呢部嘅影片啦。